线顶的朋友，大家好！买彩券做公益，大师是有三九，请大家帮我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感谢。今仔日是5月14，拜四，有几套版路要分享予各位朋友做参考。咱对1月16开始，19会开第2期，顶3期123，第一期06加309加511，0911，19的下5期12345，开11个。1月20，19会开第2期，顶3期123，第一期18加311加523，歹势18加321加523，2123，19的下5期12345，开23个。3月初3，19会開第2期，頂3期123，第一期02加305加507，0507，19的下5期12345，開07個。3月16，19會開第2期，頂3期123，第一期04加307加509，0709，19的下5期12345，開07個。5月初8，19會開第2期，頂3期123，第一期08加311加513，1113，19的下5期12345，這就是5月14，拜四要用的1113二種魚，予各位朋友做參考。另外這版，咱對5月初1開始，2期一改，121，固定2期一改。第一期02合數24，合數40，2238，下一期開38個。這2號合數40，08合數24，合數40，1632，下一期開16個。04合數24，合數40，2036，下一期
开3粒的，100合数24，合数40，0622下一支开22的，02合数24，合数40，2238下一支开22的，02合数24，合數40，2238下一支。这就是5月14拜四要用的2238鹅鬃鱼。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过来即摆，咱对3月24开始，3粒要开第5支，下5支，1、2、3、4、5，第3支20减13、07减11、09、07、09下一支开09的。3月25，3粒要开第5支，下5支，1、2、3、4、5，第3支23减13、10减11、12、10、12下一支开10的。4月初4，3粒要开第5支，下5支，1、2、3、4、5，第3支25减13、12减11、14、12、14下一支开12的。4月20，3粒要开第5支，下5支，1、2、3、4、5，第3支21减13、08减11、10、08、10下一支开08的。4月29，3粒要开第5支，下5支，1、2、3、4、5，第3支24减13、11减11、13、11、13下一支开11的。5月初7，3粒要开第5支，下5支，1、2、3、4、5，第3支07减13、33减11、35、33、35下一支。这就是5月14拜四要用的。吼，咱只要无够减的，拢爱搁加39落去减。33、35鹅鬃鱼。互各位朋友做参考。以上即几套版咯，分享互各位朋友下摆做参考。爱加看煞，爱甲大师师傅39，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
并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支持，祝大家顺利中奖，再会。